過去呢個星期五，美股指數咧就大升，S&P 500就創新高，而 Nasdaq 嗰個綜合指數咧連續升咗13日，上一次升13日咧就係1992年，即係話今次嘅13日只係平咗92年嗰陣時最長嗰段時間。呢次咁樣上升法係同巴菲特有冇關係呢？個答案咧其實真係冇關係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巴菲特根本而家就係旁觀者，睇住個市而佢冇參與。如果你睇翻4月1號嘅視頻咧，就係話巴菲特嗰陣時係揸住超過3000億美元現金，而佔咗佢嘅投資組合咧，大約係超過50%咁犀利嘅。嗰陣時咧就已經係納指由最高點跌到嗰陣時嘅視頻嗰陣時，大約跌咗10%。佢就覺得呢10%根本都唔係一件大件事，而且仲係好貴。如果佢嗰陣時覺得係好貴，唔值得買嘅話，而家就梗係仲貴啦。咁你話佢係等緊啲乜嘢呢？咁我有幾個問題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第一，巴菲特始終已經係95歲嘅投資者啦。究竟佢嘅思維係咪真係同而家嘅科技 AI 脫節咗呢？其實我有少少覺得認為佢嘅投資策略咧真係太保守，對而家個科技認識唔係好大，所以佢根本就冇參與到今次嘅 AI 嗰個發展潛力。第二，佢係咪真係仲等緊好似2008年嘅金融海嘯要跌到好多40%、50%先再喐呢？第三，如果你係佢其中之一個基金嘅投資者，今次嘅業績根本冇參與到而家嗰個股市嘅上升嘅話，你哋又會咩嘢講呢？